新界住宅市場再添新盤，全新項目即將亮相 ，Unit Residence 正式登場。由中國龍頭房企萬科聯同本地實力發展商永泰攜手打造，位於沙田顯和里7號匯聚地段，設計同生活便利多重優勢。項目共設240個單位，以一房同兩房為主，其中一房佔比大約60%，實用面積介乎286至636平方尺，切合單身、小家庭同收租客所需。根據2025年首季數據，新界區中小型單位成交佔比達68%，顯示市場對低總價物業需求殷切。交通方面，步行約8至10分鐘即達港鐵顯徑站同大圍站，貫通屯馬線與東鐵線，迅速直達九龍塘、金鐘等核心地段。同時連接82公里新界單車徑主網，聯繫社區與郊野，營造健康休閒生活方式。項目坐擁20分鐘大學圈優勢，鄰近中大、城大、浸大等6所高等學府，吸引教職員同學生租住需求，投資潛力自然不俗。設計方面，項目由國際建築事務所 LWK Partners 同英國 Conran and Partners 主理，外牆糅合單車部件幾何紋理同玻璃幕牆，展現現代簡約風格。單位間隔方正，配合特高樓底，空間感十足，迎合新一代專業人士生活品味。此外，沙田區3年未有新盤推出，項目填補供應空白，無需同二手市場直接競爭。預期定價參考同區如柏傲莊，性價比具優勢，生活配套成熟，步行即達顯徑村商場及維坊商場，日常購物、餐飲齊備，毗鄰體育館、游泳池同休憩空間，照顧住戶日常所需同身心健康。項目憑借發展商實力、交通網絡、學府環繞、建築質感同區內罕見供應，具備自住同投資兼備嘅潛力。Unit Residence 值得注視嘅沙田焦點。